一部描写缅甸华人伫台湾生活纪录片，就是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学生开了8个月时间，要互更较侪民众来认识，并且对着文化认同甲归属感的思考。嘛，因为因的创作实力，对来协选第10届青春有影2024年大学杯8大精选奖，嘛摕下韩国釜山新浪潮的2个国际奖项，相当难能可贵。纪录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要展现出最真实的一面，所以我们就将纪录片规划为缅甸华侨的历史，它是怎么来到台湾的，然后它跟台湾人的社会要怎么共融，以及它在共融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遭遇不同，所以里面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然后我们希望透过真人的采访去揭露这个华新街这个地方，让台湾人可以去认识这个族群。我觉得我们能得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真的拍摄很久，我们拍至少也有8个月。然后同学们也都很辛苦的去剪辑啊，然后也有去拍摄或是做一些后制相关的活动。另外，设定缅甸华人伫新北市华新街生活议题所延伸的动画创作，嘛用丰富的效果来呈现主角猫咪找找制作鱼汤面材料的冒险故事，同款得到评审的介意，摕下8大精选定奖项。得到评审的青睐，也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精致可爱的画风有抓到评审的那个点上面，所以呢，我们才有幸入选百大精选奖。然后我们这个作品是4个人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呢，一直不断的修改之后才能呈现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当中呢，其实最主要呢要形塑这些企业体跟社区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奋斗的一些过程，以及他们的一些社区营造的一些概念。那同学们呢，就是按照这一次的我们的一个主题呢，发想出了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概念，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采访。甚至做了一些影像的一些创作。那这次得到这些佳绩呢，就是也算是鼓励他们啊，希望他们能好好从事一些创作的工作。南台科技大学组团系团队会当伫竞争激烈作品当中胜出，嘛是对着因伫人文关怀、创意思考甲专业技能的上大鼓励。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